入境處聯同警方再次進行代號風沙嘅打擊水貨客行動，喺上水進科中心帶走63名內地人，全部涉嫌違反入境條件被拘捕。深圳嗰邊見到香港人一個打一個。被捕人士年齡介乎15至68歲，部分人被拘捕時仲帶住車仔同貨物。兩個執法部門喺行動中亦到過新界多個火車站，共30多個黑點巡查，但冇拘捕任何人。入境處話，封沙行動展開至今拉咗377人，已經初見成效。你哋大家可以見到嗰個規模咧，就可以睇到成效。過往喺一啲火車站嘅附近咧，你會見到咧比較聚集咗多啲呢啲咁嘅人士。咁今日大家可以喺度睇到啦，同埋今日所拘捕嘅人士咧，全部都喺呢個中心裏邊被拘捕。出邊嘅公眾地點咧，係未有被拘捕嘅人士嘅。咁佢哋嗰個貨物咧，帶嘅水貨咧，以前咧你係見到係推車仔嘅，而家佢係孭背囊，同埋呢個手提行李車，係以一個小規模嘅打游擊嘅形式去到進行嘅。岑建輝又話：雖然水貨客運作模式轉變，但冇增加打擊行動嘅困難。對於再次喺同一個地點拘捕大量涉嫌違反入境條件嘅內地人，入境處否認係有死灰復燃嘅跡象，強調處方會繼續以不定時、不定點嘅方式對付水貨客。